第一名的漫画家郑经，伫《经济日报》担任漫画记者20外冬，开始接触水彩画了后，强调自然甲生动的写生创作。这次伊的个展主题以海风景色为主，呈现野国游艇码头的夏日氛围。在外面那个视野啊，就像广角的一样，你会在很复杂里面自己去找出焦点，然后去无存精。今天这些船的创作品，就是我在去年的暑假，用一个暑假，只要不下雨，我就去画，才有这批作品诞生。这次的展出由东门美术馆主办，野国游艇集团协办，同时也会联合出版一本《海风野国》。这个跨业合作，和艺术文化有更加侪发展。野国它是一个休闲事业，它是一个高档的俱乐部。当然，我们的会员成员也都属于上层的社会阶层。那艺术品，当然它的消费市场跟它一定有一个期许跟期望当然，画家什么都可以画那这个也就是我阶段性创作的题材跟对社会需求的一个任务。东美美术馆是用文化的角度，踏踏实实的在经营艺术文化事业。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有示范作用，让社会更多的企业家来跟艺术合作，跟艺术结合。东门美术馆期盼有更加侪企业来支持艺术。野国游艇除了将码头风景切着画作呈现，更希望传达更加侪有关海游的美好予民众。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9月6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台南新闻双台采访报道。